继续来看到新北的沙林堡工第4天，害到隔壁大楼起气，即马检测了确定安全，居民已经会当转去处理。不过，有住户咧讲，转去就看到这砖啊落去甲壁壁顺的状况，这是要安怎来住？市长侯友宜是表示，一定会协助受灾户，甲建商讨赔。一个火啊大包小包将物件搬转去大个所在。新北市沙田堡这个建限时间，造成隔壁2栋厝厝气，代志发生3天了后，第2到早起总算用转去。会不会这个有点担心呢？会，好，家里的状况也好。应该还好，我们昨天有看过。那袂惊，厝歹我那袂惊。做好检查厝的状况，地面的泰路避开，便所壁明显破一地，甚至连便所门即马拢无法度关起来。后备少人是心惊惊，各部分住户因为徛过新过厝，只好先搬物件转去，也是决定继续住旅馆。就是整个倾斜的很明显，我们今天只是回来整理行李，但还是会住在饭店。我们只希望政府就是能够提出类似证明，说我们的房子真的是影响非常的小。不会影响到房价。虽然灾情发生了后，新邦土木技术工会继续检测鉴定，经过各方鉴定，认定厝是安全，厝的情形拢在法定的标准内。不过部分住户依然对居住安全有疑虑，也人讲到就惊未来厝价会对咧受影响。整个监控的趋势当然就是持续的稳定，而且所谓的稳定就是说没有在异常的状态发生。那就房屋的一个倾斜率这个房屋其实都是在可以使用的范围之内。我们的法住期会有单一窗口，针对我们受损的隔壁的这些住户们，有专人专责来给予协助，对厂商来追究赔偿责任以及法律相关的责任。专案影响的范围，根据新北消防局统计，总共28户86人。目前建商有成户住户，每一户2万。新北市府按算至到暗时，各找住户来开会，协助后续赔偿甲相关的代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